稣的名，愿囡仔属于主耶稣教会的会友、会员者来三接受主的圣餐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所讲稳定的话。恁囡仔着磨大的人，就来求助我，我免互恁得到安息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们得到安息。咬喙担皮无皮的人有福气，因为恁要得到饱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必得饱足。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，甲恁三甲平安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恁做来听主耶稣圣餐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想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话迄面有提饼，就是对伊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。既然恁的是，着今日来纪念我，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人话迄面提饼这些，所以咱伫伊的名，奉伊的名来收主的圣餐的时阵，内心三角来感谢，咱三角来祈祷。主上帝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，愿恳你求你找圣神来圣约阮，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所守护的饼甲杯仔食，互阮通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你的身躯甲宝贵。对着你稳定的帮助，会当将对阮属灵的会友，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中，通荣耀你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你拍破的，用今日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所舍的，你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
大的，咱就今日来纪念伊，请咱三甲来领受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既然啉的是，就今日来纪念我。请头杯的领导。伫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，既然你的是就今日来纪念伊，咱三甲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和正大的三甲伫地，咱三甲来祈祷。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主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净化的食物，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影阮是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主你永远的国的护佑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。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率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沟通，对打以后会用光主你的圣名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。阿门。